有嘛高则对推死刑。死刑咁就代表着呢？反对死刑的人都该上马该。中央主管2礼拜的死刑太评论。一枪就把他毙命的话，那如果以后又误判的话，那这个生命是没办法回来的。站在那个受害者的角度来讲，他管他理由是什么，你就是杀我小孩啊。对于受害者来讲，就是他们还是会想要他死刑啊。应该没有人会想要去当一个坏人去杀人。好，就是今天好像电源不是很稳定。人生就是一条在悬崖旁边的道路，但是当今天有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么多的帮助，然后他就一步一步越走越歪。就是说，如果废掉死刑，它是一件对的事情，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，我们当然要开始准备。如果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对的事情，那么没有准备好是非常正常的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义奎，非常喜欢2礼拜世界幕。大家在注意下，今本来的市民介绍哦，就分作3只区块。第一只区块，专门拍摄3的，特别記得記取死刑。東岸世界作黃色3的，特別記得立場係下中立的，唔係支持人，唔係反對。那水準照片有世界作5色3的，特別記得係反對死刑的。针对因为死刑太偏论，使用一只调查来看一下，你也小两半看太死刑。根据我们针对网络上236位小欧所做的调查显示，有58%的支持死刑，中立的33%，反对的比例显著的比较偏低，是9%。那我可以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就是就一般民众的调查，大概是70%以上。70%以上的大人呢，应该这样讲，是支持死刑的。我在这边看到这个结果，我想要让大家猜一个东西，就是你们觉得全世界假设大概200个国家左右，有多少国家现在是废除死刑的？2、3个。我觉得2个太少了，应该更多吧？应该50个以上吧？来，我们来看实际的状况，有没有让你们惊呼的？全世界假设这里面加起来其实是198个国家，所以有113个国家，将近60%，将近60%，超过半数的国家其实是已经废除死刑的。同时，我们看几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国家，美国，美国是保有死刑的，然后日本，日本，你可以发现蓝色的区块，比方说北美的加拿大，整个欧盟几乎都是废除死刑的，所以跟世界的这个状况比起来，我们是怎么样？不符合世界目前的潮流吧？其实刚才看那张就是世界的那张图，就是红色的部分，大部分在偏亚洲。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关系，然后让台湾人会觉得说支持死刑就是大部分的人还是支持死刑，我们的风俗民情会改变这整个死刑这个议题的很大的重点。OK。做乜個要安慰現象，成個提自己嘅 VCR 來展開進一步嘅討論。而得知郑捷伏法的消息后，受害者家属直说司法终于还给他们一个公道。这种人痛，真的他们没有碰到。他的行为造成这么多法官都认为必须要判处死刑。画面中，李弘基和前妻拉扯，残忍行径让家属呼吁要判死刑。针对这次执行死刑，欧盟已经发表声明谴责，废死联盟等人权团体痛批是拿人命来争取选票。死刑不能解决治安的问题，要有社会安全网，要做修护事。死刑说来，爱也无爱奴，也是在本人一犯小嘅问題，當然愛好好來討論。故所應邀請呢無強用立場嘅社會本到三組，本佢哋相互辯論，闡述對死刑看法，行個疑符。以下就來看下呢佢哋討論嘅過程。先開始嘅係支持死刑組。我覺得是要提醒。後面那個陳玉珍進來的時候，就是他的意見有一項的意見，就是說我個人是認為死刑的功用是在於給家屬領導，他認為就是
死刑作用是给社会一个警讯。那我们两个就是意见比较不同，就是比较有那种讨论的感觉，可以互相聊得起来。再过来是立场颠倒的反对死刑族。我们都认为死刑没有办法有效的减少犯罪。国际潮流是因为它并不是我们考虑的主要重点，因为不管国际潮流怎么样，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比较重要，所以不需要一昧跟着国际潮流，或是一昧违反它，所以它其实不在我们考虑范围，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支不支持死刑的。有正有反，当然就一定有双头蛇啊，唔係啦，係保持中立嘅一般族。我们这组是中立组，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现，我们在中立的状况下比较偏反对，但是支持还是存在的，就是不会完全100%都跑到反对那边。那我们刚刚就大概是 focus 在无期徒刑就可以取代死刑。对，支持死刑的，我们比较有共识的就是没有办法还被害家属一个公道，就是没有死刑就没有正义。3點鐘嘅討論過後，COA 提出了千多千難回答嘅問題。接下來，研究會訪問2個專家，請佢哋針對無強用立場來問問題，請專家來回答了。書房嘅第一個專家係反對死刑嘅林筠怡阿姨，另外一個專家係支持死刑嘅王美娟阿姨。首先，支持死刑組提問係個冇死刑嘅有乜嘅方案好來推呢？大部分废除死刑的国家，它采取的方式，它就是有一种方式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，意思就是我判你这个刑罚，你永远没有假释的机会了。有一种是无期徒刑，终身监禁不得假释，你被关进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完全没有希望了。因此，这样的人他在监狱里面可能比较难被管教。那无期徒刑你有一点希望，所以你有点诱因，让大家可能可以愿意改过，向善。很多人在里面，他们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想。然后他们也会改变，我就会觉得说，我们真的是在他们犯下，就他们人生最坏的时候犯下了错误，把他们抓起来。但某种程度，在他们被执行的那一刻，我看到的是一个改变的人。那我就觉得，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，那我们为什么要执行这个死刑？我们台湾的监狱里面，可能对于这种长期的监禁，这么长时期的监禁，可能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的监禁，我们的监狱的设施可能没有思考说，那么长期监禁的人，我应该要怎么在监所里面对待他？那这当然是一个问题，就是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。就是当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刑罚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监狱的一个问题。再過來係反對死刑組提問，加拿大廢除死刑過後，犯罪率降低，讓嘅台灣還係愛有死刑哦。如果说大家只是看到很表面的死刑或是废除死刑这2个面向的话，其实很大的一块需要去更能够精进的这个司法程序上面，其实它都被整个忽略掉。不论现在极力的，不管是政府哈，或是有很多的这个法律人，甚至是也有民间团体在推废除死刑，但是我相信。我们台湾还没有准备好，不管是在文化和人民情感上面，甚至在这个整个配套上都没有准备好。看到 VCR 之後，你建議嘅兩則情長對死刑必要性冇同樣看法。林心莹阿姨說，其他國家用無期徒刑或終身監禁來取代。而無期徒刑能讓犯人有悔過的希望。王維君阿姨說，死刑要不要存在，需要司法進一步的努力，而台灣目前還沒有準備好廢除死刑。我們聽了支持跟反對死刑2位旗幟性人物他們的說法之後，請問是林心怡還是王維君的說法有讓你因此受到刺激？產生了一些新的想法。我原本是覺得說，這樣子的犯人重新改過的機會不太大。但是聽了他的想法，我就覺得說，我們其實不知道他們在獄中的環境是怎麼樣，讓他重新聽到的事情是什麼。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覺得說你就是壞人，你沒有
办法再改过，重新改过？哦，因为我觉得他说那个终身监禁，然后还有无期徒刑，他可以留给他有一个人权。假如果误判的话，他还是可以挽回的，可以挽回。但是如果一枪就把他毙命的话，那这个生命是没办法回来的。无期徒刑跟终身监禁，他在狱中可能真的会想事情，可是改过的这方面，这还是要看因人而异。这件事情就是有可能进去，他还是不会改过。所以要给每个人公平的机会啊。当然是要给每个人。刚才阿丹讲的，如果一枪把他打死了，他纵使日后想要改过，以往战，还是会有人不想改过吧？这两个比例都存在。对，都存在。好，我承认有可能他们会在狱中有悔改、反省，就反省。那所以呢，这能代表什么？你造成的伤害，你还是造成的。其实他们两个阿姨讲的东西有点像，就是在最后的结论。心怡阿姨她就是认为要反对死刑，可是她最后有说，她觉得台湾的环境可能还没办法进展到就是像其他国家一样，能够到废除死刑的那个标准跟程度。然后王维俊阿姨是这么觉得，她觉得台湾还没有准备好。可是如果我们这样什么都不做，然后就一直继续，只是因为还没准备好废死就继续死刑的话，那我们永远也不会准备好啊。他说台湾还没有准备好要废除掉死刑，如果就是这样的话，那这样死刑确定准备好了吗？如果死刑很重要的话，不是应该要先完全确认好？就是像冤狱案，我是比较在意这个。我是这样觉得，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从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这件事切入，就是应不应该要废掉死刑，还有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，这是两回事。如果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对的事情，那没有准备好是非常正常的，因为我们没有要做这件事情。就是说，如果废掉死刑，它是一件对的事情，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，我们当然要开始准备。OK， 很棒的观点，谢谢你。我先跟各位补充一个资讯哈，其实王维娟她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她是刚才大家也提到，她是这个被害者的家属，她的侄子在2岁多的时候被用非常极度凶残的手段虐杀了。那某种程度上，他的被害者身份也让他坚持要死刑的这个立场更加的受到关注。那我们讲到被害者家属，他们一直讲说要求一个公道，究竟要怎么样求一个公道？难道死刑是唯一的方式吗？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一段访问。事前一般组提问，是讲无死刑安用的版本，受害者家属一直公讨论。我自己觉得，就是说废除死刑不是废除刑罚，所以那个惩罚还是在的。我们希望惩罚坏人，我们希望他为他的犯行付出代价。那我们希望他不会再有机会再伤害别人的话，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问卷调查，我们问大家，就是我们那时候是采访2000个人，其中有一题我们就问他们说，如果这个人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，他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必须工作所得必须赔偿被害者的时候，那你愿不愿意支持死刑的废除？就有71%的人支持。意思是说，大家如果你给他一个简单的选项死刑，大家会选择死刑；但是你给他一个复杂的选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人民更关切的是什么？人民更关切的事情是，我觉得这个人必须要付出代价，所以他自己要工作。同时，我觉得人民更关切的事情是，那被害者需要被保护，被害者需要被补偿。接下來反對死刑組提問，無期徒刑也係關於死人，咁做唔得，版本家屬公討。这个凶手的犯意是大家最在乎的。如果他是过失，坦白讲，被害家属能够原谅的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。但是如果他是极度恶意的，那个感受差别非常的大。那当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后，你要我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原谅对方？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其实大多数我刚刚说了，他们是希望你夺走我的所爱，我就要你付出代价。我想要亲手
为我的亲人复仇。其实这样的想法非常的多。你要我去支持废除死刑，坦白讲，我真的办不到。不是因为我想夺取谁的性命，而是我真的必须跟这些被害的孩子站在一起。田二者侧面看到有關被害者家屬嘅共同兩篇嘅講法，應追求其他方式，例如獄中勞動，來具體補償被害者家屬。另一方面，可能最欠回兩篇嘅講法。王維君阿姨說，極度惡意的犯罪對被害者家屬來說，死刑是心理需要的代價。哪一方帶給你新的刺激、新的想法？心怡阿姨講的是就社會層面上來看，如果今天好比我的家人有一個人因為被殺害然後離開了，我們家就少了一個經濟支柱，是那誰要賺錢養小孩？所以的確，我覺得他講的是可被參考的。當然，我講到心理層面，你就不是我的小孩啊，你有沒有存在對我來說都沒有辦法彌補我心裡那一塊。那個愛，那個空缺，誰來彌補？對。我是算支持死刑。死刑雖然他說不是最好的方法，但是我覺得至少他是在被害者家屬的感覺中，他是需要存在。這樣子聽他們講之後，我突然有一些新的看法，就有沒有什麼不用把他殺掉，但是真的能夠平反的方式，還是就一定得殺？整個社會都還在追尋當中。來，除了 NTV 先看到兩隻側面，還有第三隻側面，兩篇解決切割嘅講法，強來看最尾這幾張片。首先支持死刑主提問，非法死刑係考量犯人嘅人權，佢按用受害者嘅人權哦。一樣的，我會覺得說，所謂的加害者人權跟被害者人權，對於我來說，它不是一個互斥的一個人權觀念，而且也不應該互斥，也不應該說有誰的人權比較優秀，誰的人權比較不應該被保障，我都不覺得是這個樣子。我們在所謂的保護加害者的人權的那個部分的時候，意思是說，他就是應該在司法審判過程當中，他有他一定的基本的一個權利需要去保障。他在法庭上面，因為法官在做審判，你有檢察官，國家針對他做起訴，因此他應該要有一個律師。那他在法庭上應該要能夠好好的講他想講的話，他在法庭上面應該要有公平審判，應該要呈現這個證據。那回到被害人這個部分的話，我覺得同時我剛才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最好的對被害人的保護，就是不要有被害的這個事情發生。因此，他更好、更適切的人權，所謂的被害者人權保障，應該要往前推移到我們如何去做犯罪的這個預防。但我會希望我們的社會或我們的政府是在整體思考這個問題，是我們如何讓有些人不要成為加害者，我們如何讓這些人不要成為被害者。那我覺得這才是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再過來，反對死刑主提問，此人係唔錯嘅，嘅死刑係唔係咪侵犯到犯人嘅人權哦？真正要講人權的話，應該是從沒有辦法選擇出生家庭，甚至沒有辦法，有自我保護能力，甚至沒有求救能力的兒童，我們應該是從這些孩子的角度，先建構好最基本的人權。如果我們都辦不到，甚至看不見，那要告訴我說，我們台灣開始是在重視人權，想要極力的去推動人權。坦白講，對我來講是一個笑話，因為我看到太多的孩子，他的生命權、他的生存權都沒有受到重視。那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下，要我去對我們目前我們在推動的人權有什麼樣好的評價，我真的辦不到。最後有關人權這部分對回事兩面兩篇嘅呢個講法。林心怡阿姨說，加害者與被害者的人權並不互斥，應該要一併思考並努力。王維君阿姨說，在兒童的人權還沒有真正保障之前，談加害者的人權只是一個笑話。我看廢死聯盟他們的感覺就是他們是以客觀的角度，而不是以受害者家屬的角度去想。
你知道吗？就是当事情发生在你身边的亲人的话，那个想法完全不一样。而我觉得司法要去保障的话，我觉得以王维君阿姨的那个想法，我觉得我会比较认同。刚刚听完两个人对于人权这件事情的总结，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在每一段回答到最后，其实都会某个程度上都回到同一个点。这个王维君、林心怡是两条平行线，你觉得他们有渐渐交集，还是？对，就是他们两个最后的结论，其实都是我们应该要从社会最根本的源头去解决关于人权这个问题，而不是说到了事情发生之后再来去想说大家要不要惩罚他啊什么的。我是觉得那个王维君阿姨说的，就是确实有很多小朋友就是这样子，真的会很痛。不过我也赞成林心怡阿姨说的，就是这样，我要短路了。好，就是今天好像电源不是很稳定。应该没有人会想要去当一个坏人去杀人，所以我觉得是社会结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杀人犯？如果这个社会上没有任何的杀人犯之类的，不用讲没有了，就减少很多杀人犯，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解决这个问题。我想要反驳董哥的话。反驳？对，他说只有减少到一点点的杀人犯，那这个问题就不用解决吗？所以说受害者的人权到底在哪里？他就是没有讲到这个到底在哪里。我知道，秀秀讲，即便这个社会只剩下1名受害者，他的人权跟有1000个受害者、1万个受害者被重视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。好，我觉得呢，死刑就是给世人一个警告，同样犯下这样错误的人，他有正当被处死的理由，因为他做了很让人觉得不可耻的行为。我想要回应臭美讲的话，虽然说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废除死刑113个，但是剩下来的国家还是有死刑的国家，还是会有案件的发生啊。那如果这样讲的话，那难道废除死刑会让犯罪人数少吗？因为你如果说现在执行死刑大家都不怕你废除死刑，这样不就更多人又更不怕了吗？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听听不同的意见。来，我认真觉得废死跟没有废死都没有办法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必须像林心怡讲的，我们要从最根本去开始想这个事情，就是已经没办法去单纯想死刑不死刑的这个问题了，要回到最原本说，到底要怎么样去预防这些事情发生？虽然说这是基本上不太可能的事情。但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思考跟去努力。一个很难达成的目标，不应该因为它很难达成而不被设为目标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转来，然后一下实际的理由，从目标上的面向来看待事情。接下来，我们提过一下实际的理由，是2002年对台南一个遊樂場按照湯姆用發生刺殺死我的案件，這是個上陣的嫌犯，最尾係冇被判死刑，被判無期徒刑，他沒有被判死刑，但是引起極大的社會反彈，甚至很多人批評是恐龍法官才會做出這樣的判決。實際的情況來看，下部兩段同法。2012年12月初1，人人嘅寒天正要開始。不過喺台南，才發生嘅台灣史上頭一件隨機刺殺人嘅案件。犯人係個按照體檢嘅30歲後生人，佢講愛送遊戲卡做理由，同10歲相逢嘅同學騙去遊樂場嘅騙所，留佢刺死。本人捉到過後，體檢講。佢哋嘅世界一直被人欺負，而嚟嗰度真艱苦，故所佢想要辭人，想要離開一個世界。30歲以前嘅體檢，佢係乜嘅樣嘅人哦？佢嘅標誌講，體檢係一個動點清嘅生人咧。佢嘅阿妹喺佢小學嘅時節離開佢，過後就唔識見過咧。小學畢業過後，佢聽得親切做事，日記拿來學佢唔去上班嘅阿媽。睇嚟過後，佢嘅身體因為長期做事，
规身就是爽，两片嘅镜头由习惯性律腕、木做促爽，含蓄咧小腹子，到精神分裂。学历大，身体又唔好，本期嘅生活非常辛苦。佢咪前望然后听书，身边朋友咪留佢分数，前面佢有咧自然犯案嘅想法。童年嘅体卷，又係個養嘅人哦，一個野外都係當考究嘅人，當日暗晡都會走出去教，體卷接着一三年跌落下，佢千強舞，故所佢會見教，下後佢一禮拜會有5日去行嘅阿姑嘅屋下，不過阿姑唔係佢自家嘅野外，無法度安慰到佢嘅心。佢變到無媽曉得老人腹痛，本人欺負咧，咪唔知愛喊救命。也係體卷嘅故事，佢睇嚟過後變咗一個自然犯，也係啲嘅錯誤嘅接受無期徒刑嘅判決結果。這個故事本人有乜嘅感覺呢？除咗死刑，老非得死刑。人也都還做得討論乜嘅，避免悲劇再個發生咯。看完曾文清的故事，各位怎么看待曾文清，又怎么看待死刑在台湾存在这件事情？我们大家会想要聊这里，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台湾有可以改变，可以让我们未来有可能更美好的环境，对，所以我会觉得说。其实这个法官对他判得很好，我也不懂为什么别人要说他是恐龙法官。自己想，因为如果我作为一个客观的角度，我有看到他之前故事，他很可怜，没错，我可能可以去理解他做这个原因，或许我不会对他抱那么大好感。可是今天如果站在那个受害者的角度来讲，他管他理由是什么，你就杀我小孩啊！我觉得我这样讲或许有点也是太理想化，但是我希望是一个可以去看如何要去。用哪一种方式补偿家属，让他们能拿到最大的心理上的慰藉。我觉得好像，人生就是一条在悬崖上面、悬崖旁边的道路。我们每个人走着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多少都有一些帮助，来让我们可以一直维持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。但是当今天有一个人，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么多的帮助，然后他就一步一步越走越歪，他可能就这样掉下悬崖了。我们知道有社工，有很多团体，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利用这些资源，因为他们可能在上学的时候没有听到，原来有这些资源可以帮助我的。就是亲戚帮助其他小孩，那如果他及早的发现，然后给他帮助，他可能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。到底该不该有死刑，还是我们应该要遵从人权，不要有死刑？这是政府自己也很无解的问题。所以最后我们一直在平衡这件事，但是一定会有正反两方出来踏伐，就是我觉得这样好，或是不好。所以这可能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吧。希望我们国家进步，然后我觉得台湾现在这样已经很棒了。OK， 谢谢派大星。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，相信这个争论会持续存在。但我们做这一集最重要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像这样的讨论，也希望能够持续的存在。以上这2礼拜节目内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下到礼拜六下午7点半，记得准时收听《社会事件簿》，拜拜。